星級論證。睇翻恒生指數方面咧，今個月波動性仍然1000點附近嘅。今個禮拜方面啊，有幾大嘅公佈啊，包括翻 Nvidia 嘅季度業績啦。呢個 Jackson Hole 會議咧會係開鑼嘅，咁仲有呢個 PC 數據將會喺今個禮拜咧同步公佈嘅。咁見到星期一翻嚟咧個指數方面咧，受到阿里巴巴個800億配股事件咧向下沉壓翻落去啊，咁大家都要密切留意翻個配股價112.7可唔可以捱得住啦。咁啊，另外嘅話咧，其實見得到呢一個嘅科技指數板塊啦，包括翻騰訊呢個美團咧，都受到拖累翻啊。市場上面都係比較上擔憂嘅資本開支方面啦，同埋嗰個嘅配股究竟係咪有成效咧？咁我自己覺得嚟講啦，呢一個嘅負面因素咧應該係短暫嘅，咁同埋都係反映出咧佢本身嗰個嘅前進嘅空間啦，同埋融資嗰個力度嘅話咧，亦都係對呢個 AI 前景充滿希望嘅。咁啊，恒生指數方面啦，咁我如果現水平咧企得穩嘅話咧，有望向上反彈翻，甚至乎突破翻26000點高位嘅。今個禮拜嚟講，認為係咁可以考慮翻呢一個嘅收回價係1000點價外嘅牛仔啦。咁啊，睇上呢一個嘅800點啦。咁如果咧回落翻超過400點嘅話咧，就做一個止損動作啦。記得擺攤未？約肥肥。恒指受到巴巴配股嘅消息而有所下挫啦，暫時喺25500咧都受到呢個水平嘅。咁觀乎咧整個8月份嘅走勢都係相當窄幅啊，咁仲有啲窄幅待變嘅意味。咁跟進翻咧炮車短線博大市向上嘅話咧，可以留意翻我哋恒指一隻牛證62613，呢隻恒指牛證咧收回價就24650點嘅，咁相對都係保守啲嘅選擇啦。距離星期一嘅收市價咧大概都有900點到嘅距離，咁所以嘅投資者想部署翻中線睇升恒指嘅話呢，可以留意翻62613嘅選擇啦。以琴日恒指大概收市挨近25500水平做一個參考水平嘅話呢，62613呢隻恒指牛證對應嘅價錢就係4700嘅。咁假設用一個800點做一個上升嘅參考水平嘅話，即係26300點呢個位置啦。62613呢對應嘅牛證價錢就係理論變化去到8700嘅，咁潛在嘅理論升幅呢，大概有超過80%嘅。